終於買到我想試好耐嘅攣公 QQ 意粉啊，真係幾好食喎！話說我琴日見到成興隆咧49蚊包咋，即買一包有500 gram 啊，每次100 gram 都夠分午餐。根據包裝指示咧，12分鐘就煮到有 dente 嘅煙韌口感。但我發現咧，原來中間係空心嘅，應該勁掛汁咯。呢個就係100克啦，10蚊都唔使。等用最簡單嘅材料整個蒜油 QQ 意粉啦，100克意粉咧要備1 lit 嘅水，同埋10克嘅鹽啊，大概5茶匙左右。水滾就放啲鹽同意粉落去，煮大概10分鐘。等嘅時候可以切好蒜片同辣椒，煮好啲 QQ 意粉咧就可以撈起備用。啲意粉水千祈唔好倒啊，陣間有用。到我落橄欖油同埋蒜片，開大火見到有小泡咧就即刻較到最細，用最細火去炸出啲蒜油啊。呢個過程要啲耐性，炸到啲蒜片有啲金黃咧就可以落啲辣椒粒落去啦。倒啲意粉落去，再加湯殼嘅意粉水，另外再加湯殼嘅清水，較翻中火，再一邊 keep 住炒下停下，大概2分鐘。啲汁濕得差唔多咧，就可以拋下鑊，等個乳化做得好啲。如果唔識拋都唔使嘅，你見到啲汁咧已經掛晒上去，然之後就可以上碟，再滲啲番西上面就食得啦。呢個方法煮其他意粉都得噶，可能佢空心嘅關係啦，所以超掛汁啊！索下啲蒜油勁香啊，食落有啲似健康版公仔麵，口感都幾煙韌啊。不過唔中意煙韌嘅話，可以自己煮耐啲。